頭皮の回度高大200倍頭皮の秘密。琴晚大概幾多點洗過頭呢9點。 9點鐘。これは本當にそうなのでしょうか？咁每個人大概有8萬到10萬個毛孔。咁如果你平均每個毛孔咧有3條嘅話咧，其實你講緊個頭皮，我哋望落去咧，你係非常濃密嘅。如果有白色類似比較黏稠咧嘅嘢張住咧，其實係講緊你嘅頭皮嘅油脂分泌太多啦，咁導致毛囊出現咗有閉塞嘅情況嘅。見你頭肉側邊有帶粉紅色嘅，平時有冇頭痕或者皮膚敏感㗎？有皮膚敏感。有皮膚敏感嘅，因為咧面部皮膚同頭皮咧係同一層皮膚嚟嘅。如果你見到側邊有粉紅色咧，有機會其實曾經頭皮有過敏性反應。如果你做咧本身有敏感咧，首先我哋揾個致敏原出嚟，我哋會先做深層清潔，將頭皮5層多餘嘅皮脂分泌啦，或者啲毒素啦，全部排翻長先嘅。咁另外就可以淨化我哋頭皮，令到我哋頭皮以後冇咁容易敏感啦，增加我哋頭皮嘅抵抗力。呢個係 Jetpure 嘅納米噴霧啦，咁咧佢裡面主要有3條水柱啦，裡面含有嘅水分咧就係生理鹽水，咁就直接沖洗頭皮嘅表面，好似洗咗50次咁乾淨。気持ちいい。而家做完 Jetpure 同深層清潔啦，頭皮明顯比起頭先乾淨咗好多啦。咁圍繞住側邊嘅皮脂咧，就已經被徹底沖洗咗啦。因為普通洗頭咧，其實做唔到呢個效果嘅。但係因為我哋中間咧用咗 S18強效清潔嘅泥土，咁所以令到而家你嘅頭皮嘅皮膚咧係好潔淨無瑕嘅。